Hello，咁多位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嘅同學你好，我係阿占，我都係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嘅畢業生嚟嘅。響今年嘅校董會選舉裏面咧，有一位係我嘅舊同學，佢叫做黃旭熙，佢同我講佢話會選校董，咁我話有咩做㗎？咁佢話每3個月咧就要翻去開一次會啦，咁我就問佢有冇酬勞㗎，佢就同我講佢話冇酬勞嘅喎咁。咁我話你從來為咗學校做過啲咩呢？佢話上次嘅改名風波裏面咧，佢都出咗好大力，希望呢件事冇發生嘅。咁而家我哋都可以叫翻我哋母校做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，我相信佢都出咗好大力嘅。呢一位朋友，我覺得都值得投佢一票嘅。響今個星期五黃昏6點至到10點鐘，又或者係星期六朝早8點至到黃昏6點鐘，你都可以翻到去香港中國婦女會嗰度投票。只要你讀過1年、2年、5年、7年都好，冇問題嘅，都可以翻去投黃旭熙一票嘅。我希望佢可以當選啦。如果佢落敗嘅話，希望大家都唔好似係落劉江華咁樣幫佢搞一個落選嘅祝捷會啦。我衷心希望黃旭熙可以當選。